岳陽樓記，范仲淹。慶曆4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乙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言今人詩賦於其上，囑餘作文以記之。余觀乎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含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逐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霧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疑惑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異義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也？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豫。號！微斯人，吾誰與歸？宋仁宗慶曆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貶謫到鄂州任知州。到了第2年，政事通達，百姓安樂，滕子京重新修建岳陽樓，並請好朋友范仲淹記述此事。他於是作了《岳陽樓記》。《岳陽樓記》的文體是雜記體散文。雜記體散文分為亭台名勝記、山水遊記、書畫雜物記和人物雜記4項。《岳陽樓記》是亭台名勝記，文章內容除了記敘修築樓觀的原因外，重點是抒發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作於慶曆6年，即公元1046年。其實他未到過那裡，
只是看到同被貶官降職的好友滕子京送來的一幅畫像洞庭晚秋圖有感，才寫成了這篇大作。當時他出任鄧州，寫作此文的目的既抒發自己被貶謫的鬱結，又表達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志向。此外，滕子京貶到鄂州任知州後，常懷憤恨不平。范仲淹憂心滕子京鬱鬱不得志，所以作此文規勸。岳陽樓位於湖南岳陽市舊城西門城樓，與武漢的黃鶴樓、南昌的滕王閣、宣城的謝跳樓並稱江南四大名樓。岳陽樓前身是三國東吳名將魯肅修建的閱軍樓，兩晉南北朝時改稱巴陵城樓，唐朝時始稱岳陽樓。